歡迎你嚟啊！到底溜掉，然後我未見佢啊！歡迎你嚟，然後爹爹哋啊！然後歡迎你嚟到底嚟，邊咧學見即係禮拜咧1月1號嘛？然後發財咯，啊冇發財，發冇財。然後我咪講話，較濟人啊，1月1號起嘅時啊，是要做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要去頭啊，要減肥啊，要瘦啊咩啊。然後成個我特別嘅邊啊，一間冇呀零啊，歡迎到對嚟咁樣講，而安怎都買唔掉啊？Sorry，你一落來就真係 fit 咧嘛？個減肥。冇教過，佢未教過。你你生你未生啊？你想生啊？肯定。我得啦生。風吹。你生啊？肯定你未生未生，你特別食，當我打啦，你食。你有個，你生啦。你有個嗱，你係邊下之類，第二個夾俾老家摩托零環零。哦，摩托零。啊！摩托零點幾個人？越減不肥，越減越肥，摩托零。越減越肥，你冇肥啦，你是大隻啦，好閃。哇！你話我是18條重心啊，當然。你古早也是一支骨咧，當然是看唔出咯，我講。當然是一支骨，當然是骨先骨骨。咦，骨骨。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จับ寶歡迎 Hello， 大家好。會使看微博我3時嘅時候應。有嗎？要辦哦，要辦過喲。你見 Facebook 跳舞，我看過。得了。我咩得到？哦 ，Facebook 那邊你去跳舞誒。嗯。我冇 at 你。你叫佢行啦。你叫佢行。啊，無人這 episode 是綁微博，我比發的小一下。然後都係第八年就一杯是把佢哋 before 嘅咧3隻 after。對咯，你在喊嘛？before after 真係出在你喊嘛？啊，你刷嘛？你到邊？飲杯嘛？對咯，對咯。呵，你嗱，嚟啊！毛毛菇啦，毛毛菇。冇啊。了。我介紹你啦，夾邊冇啦，喲，冇啊！你有時個有點樣賣零紅條，你有個有叉粿條，未起嚟講叉粿條歡迎。Hello， 大家好。好好，然後個有，唔講減肥就俾啲食了。人哋我不是做了外父啊哈哈。林林，歡迎林林。5 minutes。然後個有冇獨立頭特啲。Skyping。OK，來減肥，我俾學白玲講起白玲單句名啊，俾講你減肥。嗰你3年嗰個減乜面？我卡冇夠水。哦。然後嗰陣時啊，我卡冇夠水，就安裝嗰時水。3個腳卡咯，人講嘅腳卡嗰時水嘛。喲，小三嘅。變腳卡啦。OK， 有 Asian 嘅查某咧，腳卡是夠水嘅。然後韓美國嗰邊嘅咧，啥 Coca-Cola 嘅 shape 啊，然後卡獨啲啊，一人 OK， 一人會接受，外國人是唔接受。你是講 Asian 嘅查某身軀唔是你 Coca-Cola 嘅 shape 咩 ？Asian 查某身軀是你骨啦，小三嘅。放到里里骨，人講嘅水嘅。即是 Asian 嚟打波啦。Asian 嚟打波。Asian 打波係珊。係 chopstick 嘅。哦。一個 Coca-Cola 玻璃罐，一個 Coca-Cola plastic 罐。plastic 罐你1.5 liter 啊？1.25 jumbo 嘅。你是冷是 jumbo？然後我當有 control 嘅 diet。你講緊條啲 diet 條 control 嘅 diet 是點樣consist方面 ？OK， 成個講我當佢我食一個面啊 ，example 講古早我食早起哦，食 heavy breakfast 係哦，食 heavy 係咪講下？就是講攞粒螺啲，了個蚵。攞粒嘅螺啲啊？攞粒。兔斑啊！哦，我想講攞粒嘅咧。小
你是恐龍，攞了一班，了個果比，了個有oatmeal，了個食過你看食濟，嗯了下晡佫再有食物件誒，食面啊，我無食飯誒物件，了暗暝佫再有食本誒，所以想見外位啦，了當今哦，我想叫。我隨時入班咯，我不有看 calorie 就寫本都知啊。嗯，但是講一日內邊呢，我敢若食1500嘅 calorie 爾，所以我有算嘅嗰兩物。哦，嗯，哇，1500咪只少呢？你我每日都落檔，冇嘢嚟。我當見嘛， 40 kilo 是唔是？安尼散冇啦，果汁啊，果汁，50個減啊我計減啊，咁我就你 ideal 時候啫。 ，30。菜實得冰而家未使燒， 17啊，17啊，你看攝切哦，OK，淡我薄嗰一沙路啦，減10 kilo，而當見是愛見我3攞是36厘，傻傻地，然後特別愛見我發到誒 4 pack 出來啦，因為我之前見我4 pack 誒，伊是 fat 曬呢隻藥。哦，冇食啊！都一你不多誒，2不多啊，200多。連有嘅時都唔是 fat 啫嘛，定定阿 John 都看到無？有碌有啊，迄個咯。啊，其實有咧是 fat 曬呢隻，fat 應該看到安尼一粒啦，淡薄啦，係種 muscle 咯。有粒就好了咯。我一大粒，然後就其實愛可以試得 fit 啊，無看到。你講咩？sorry，我冇聽到笑的。我是講就其實愛可以散 slim 一個 fit，無呢隻你看lean啊，你別看lean，個 lean 淡薄。 lean 了解看到你嘅 muscle，邊鏈嘅意思是安怎咧？我係 for 我鏈是講一個 B 淡薄我咧 shape 一個水淡薄，唔是 B 都就係先嚟加結淡薄。 lean 那面是無油咯，你油係啊，像個加結，話你是像個 flabby 啊，你看無面辣啊呢？我愛是個有 shape 淡薄。我係是全部是 fat 嘅了呢。OK，冇按咗呢是有誒，唔係啦，是講愈來愈老啊，只冇係看 maintain 嘅啦，diet 我啦。當件事，你愛啉水呢，你愛啉夠水姐姐，就是講我直接然後你特別啉3 liter，特別我早起，我等陣我就留啲車那邊。博對關子啊，然後冇對關子喎阿妹，報告阿妹啉水嘅是愛慢慢啉嘅，sip 安尼款啉，哦，哦，你做咩？你做咩？你在做咩？你唔知你做咩啫？然後 OK，所以你特別慢慢啲。我教啉水特別講得背，你是 water retention，無你個，特別我只夠知啊，你無 control，我只夠知啊。啉水是要洗水油嘅，我幾幾攞啊？啊，我唔知我條 convert 就乜嘢啊？用講成我 convert，我繼續講。你有冇一零？你有刪埋零蚊會刪二咯。control 啦，下面物件你特別食卡波本，唔是講嗰兩物件袂使食，你愛食 protein 本食卡波。你特別按照 control 㗎，你刪嘅是刪到啲腰，唔是到啲零嚇，嘅。按咗會再講，佢哋食係物件後面保會刪呢？你知哦，啉牛奶哦，當今嘅牛奶是會做路肥，你知哦。啊對啊，這知嚇，當今嘅牛奶啊，古早 compare 古早嘅牛奶嚟講啊，古早嘅牛奶是較好嘅，較 healthy 嘅。當今嘅牛奶哦，是食好路肥嘅 fat 勢，所以我見嘅 fat 是到頂邊 ，OK， 到頂邊。古靈冰，我到頂邊參啲 bottom part 就是我卡下邊嘅。嚇，就是我較正經 fat 是到啲落邊啊，當件是 control 我 diet。哦，這是講已經在講是 gain A 卡餅嘅啦，所以你會 pattern 寫咧，我就想都刪佢哋保會啦。對。OK，誒，我甲你人講一個diet，就我 try 過一站爾啦。嗯
食杯嘅物件，對先講食杯嘅物件。食咩？會冇啦，嚇，未使食食 cup，食 fat 食到我半死啊，仔放未出。low carb，low carb。唔是我 Atkins cup 啥，叫做 High Benny carb diet。冇 cup 上數。 OK，我食嘅。我知我記叫做錄啊。 Benny diet。哦，幾多 ？OK， 知。哇，食個特別未tahan eh. 放使，係咪放使？我食嘅，特別食成呢2 kilo 冇去啊。係啦應該是我係我到位嚟嘅冇去㗎啦。你無你被 sustain one thing 是新嘅嗬？你可能食對嘅是不食對嚟？嗰個嗌啊你。 83.5 kilo。哦，你講 OK 啊，冇檔啊，我本變事咗對我諗嘅十佬我諗係係是一滴貴嘛，啊，你講我淡薄。啊毛蘑菇啊，嚇，毛蘑菇你講啦。毛蘑菇講過哦啊，冇講，啊，總只講呢話，我看啲總是話總只講呢，我係食。你特啲食錢時看到呀？啊，對。食錢時你即係人就講，人看到我真心嘅時候，唔垃圾掉我較滾嘅，我 imagination 我講緊講嘅，我學過。啊，即係毛蘑菇，即係咪是滾藍藍呢個滾嚇？我只俾你出晒，誒，藍藍啊，當我講講句話啊。冇啦，我只俾你。哦，喂，我冇個 A 啦，我都嘅你知道我 impression 是講你講嘅話咋？我哋你就多呢度借嚇，嚇，哇，呢度講，150個，哦，冇人แล้ว A 句嘛話俾晒錢一檔哦，嚇，嘛俾晒錢一檔哦哦，啷個 BMI 上面希望 BMI 貴起只貴咯。我，BMI 俾幾啲 number 我嘅，那應該是嘛都加減落貴啲呢，咱就被 under 簽過啊？啊，那是啊，面試啊，沒有 overweight 咯，overweight 10 kilo 啊，shit，啊，呢個當冇可能嘅，你講， 83.5你揾邊3點個啊？嚇，你講我星星啊？哦，哇，炸起寶只稱啊，去買迄個 digital 嘅，啊，看到，邊3點個？是啊，咱就被減7 kilo 啊？我攞冇位啦，20.8。喲，激死咩？我就是要做這大嘢，就是我未散，你我直接食數。你哋俾咗冇 overweight 咩？有啊，你看我未知哦。你不過冇呢啦，我你講俾個我個食啦個，我聽到啊，我直接背啊，就無散對馬來西亞好，特擺對馬來西亞好，就背啊，對嚟就無減掉，一個佢對馬來西亞個夾背特波，對嚟個無減掉，死哦！聽到啦，你但係我 menu 無對，啊無見你無對，就是可能18年。嚇？你我背嘛，上背我未對啊，我背記未起。唔係，你坐 business class 啦，唔係你講驚死人。背住刀對嘅至少20-30升啊你，我哋知道。แล้วแล้วแต่เสียงคนรู้ว่าแกเกี่ยมแล้วต้องมาไปเที่ยว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我ไม่เที่ยว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講明明嘅未必要教啊但係แล้วว่า散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嚟教我講哦，減肥啊，減肥。Actually 我細漢肥個當減啦，我 try to 減，mostly 嘅肥個成功佢減肥啦。係咯我咪想我是減一半杯三半嘅話嚇，是安尼款咯。所以有幾道有成功過本啦，然後我有去看 internet 啦，看到咯，看這個看下你啦。所以第一簡單嘅 explanation 是，伊是講你若是咁 consider 人嘅身軀是一頂車，你接負擔嘅嗬，然後你去行一 round，行10 meter 安尼啦。แล้วลูกก็จะไอ้ผ่า another full tank 嘅油因為冇位接咯所以你就俾夾一個較大嘅 tank 嚟底佢線嘅油啊如果你 burn 少少嚟嘛但你愛ผ่較濟油嘛 so it's just yeah 你就是 calorie 咯所以真簡單嘅如果真濟人講
加正冇學習。上嘅咋啫嚇。啊，一個啦，下個啦，一個 diet，下個 diet 啦，一個下面 theory 啦，即係真簡單嘅 equation 嚟。你是接咗這，就俾出格這，then 你就會生了。啊，所以特別你老嘅嗬，你接上嘅字啊，特別你俾出嗰個字，你知啊？你 thank you 啊，你吃 thank you 啊，時所以你特別你食上這個字本嗬，你不是拍10塊油嚇，你基本是冇夠低啊。啊，本加版咯啊。哦，所以我特別 exercise 嘅字啊，嗬，你咪食較少嘅杜蘭嘅。所以你加呢叫新陳代謝變慢啲啊嘛。對。metabolism 呢？因為有一個 professor，university professor，但係做美國嘅啦，伊是干那食。伊是干那食 7-Eleven 嘅物件咧，所以 7-Eleven 嘅物件是無講真 healthy 嘅嘛，但伊是算伊嘅 calorie 啦，伊算伊接嘅 calorie 就是出嘅 calorie 就是，所以伊本是會散 ，because 伊算嘅 calorie，even though 伊食係啲無 healthy 嘅物件。特別你散嚟講冇 necessarily 講是 healthy 咯。啊，冇 necessarily 是 healthy 啦，但係考慮 macro 啦，考慮咩 marker？ macro 呢個考慮你愛安怎食？哦，你要如果超話。你做咗protein啊，做咗carb，你講。我愛辛苦咧，是我半段做教嘅時候，我冇法。你做 plastic surgery，你做到骨嚟啊？都係 six pack 啊！我冇 necessarily 愛 six pack，我愛啦，原來是有我咪愛，因為我咪做 exercise。我 actually 係我 six pack 冇有見嘅，我就朝頭衫嘛，所以我做 exercise，我腰就背，我腰就錯。真正坎坷啊 ，six pack 你就俾 maintain 喎。maintain 啊，生活真慘。嗱，嗰了是唔知係數啊。我今日知咯，我今日知冇食飯咯。咁你要咗啫，我要30個寸啊。OK 嗎 ？OK 嘛，你講俾嘅話，佢俾講就俾佢俾講，ambil paling besar ya。OK。冇想到我是對我啦，我自己，因為我平常時是，我覺我自己穿衫，我自己嗰隻自己咧 slim fit 嘅衫個褲，然後是背嘅時候 ，everything 嘅，然後變咗把油一陣嘅啦，成個立牆嚟去哦，然後變咗我感覺到嗰個背咯。因為我見情係一種嘅衫數，然後我背嘅時冇索衫。啊，我個時間較少。係我本事。所以變咗嗬，我變咗我嘅 pressure 佢較重哦。你陣時講我冇情緒。背都看出了。都是啦。因為我個未走嘅我面咯，當然佢我面咗，我當然是180幾磅，但是我是到底我係 big 嘅 weight 啦，我大概 kilo 10年啦，面頭我 kilo 睇啦，我。當件事我特別嘅 weight 咯 ，hopefully 我清10年是會減到差唔多嘅70個 kilo 啊，可能希望啦，希望。70個咯，安尼管冇錯了啊！誒，等我算下，頂當時我是一個我 ideal 嘅 weight 是160個到170。半啊！半啊！等我看是什麼啊？mass 160個半是160個半是74.8咯，所以70個咯。哇，70個啦！都係講。喲，真係3年咧，冇呢個標準身材。我就是特別因為我冇 muscle， 我唔是成個講你能獨自按你看啊，所以你獨自按你看你會使較重啊。特別你個 still lean 個，如果有 muscle 會較重嘛。特別我就冇咪做 exercise 嘛，所以我生嘅時候我本冇講成 muscular 嘅，特別我辛苦看我爸爸看，特別我唔是淨係講 muscular， 我是白嚟，我是腰嚟。你嗱買 exercise 就是骨力崩晒啊！我係白晒。當今啊老嘅時，伊係 fat 嘅了啊，到底 store 到你一邊嘅了啊，即係阿婆啊，特別你。特別我面就胖了，手叫咪咕，我面背胖了是落角起，我係辛苦嘅位啊，這邊阿毛管誒落起嘅了，另啊腰是點解啊？腰成日熱內你帶啊，
落地掏出来，因为请按考3按的时候，马芬刀也不出来呀，哎呦，被打喊了。誒，仲你講到山啊，我頭都啲阿多是啊，而家有把啦，當今嘛而家是山樣子，我每日都塞一個一隻屋啦，隻面喺你對，哦，就係阿多咯，阿多，咩嘅啊？阿多老椒，阿多老椒，啊老椒誒，有啲人講俾個 VV 我就冇想啊，你入行啊，板房入卡只行。誒你啊，插佢條。你個講，แล้วลูกกะกีลูก講你接落嚟กะกีมุ่งก่อเดี๋ยวลู要 wait 啦冇我接落嚟本背嘅，然後我接落嚟本弟弟講愛兼背，所以我點話我集，你當然就冇背啊，我背 consider 背啦，你กะกี嘅係你 history 啦，成個我กะกี history 時候，我現在是背啊175半。180半 Q 我就算背嘅，你那時我170幾嘅時個 OK 個。你講佢 ideal weight 都是180 cm 滾嘛係嘛？你 ideal weight 是75 kilo 嘛？我保你個幾啊？170 cm 呢？然後我到我90 kg， 你講我背冇背嘅？170 是呢個 ideal weight 應該是70。是就這70啊，清餐你少呢？原來本是食啦，本來我等過我係啲20 kg，我攞20 kg。特別我想到就是我當時是想到，你講20 kg 10 kg 嘅時候到，哎呀我咁啊賣，我就走去食。我就是碎冚食。我嘛是啊，人食濟啦，尤其是 Asian 啊，食好食好滯哦。人食較要緊過人誒。我話你講啊，袂放工呢吼，你腦度想講食咩？是咯，你我每看，我每好勢勢。OK，我每一天看伊想法，真係未必咱甲無一零學啫，無一零嘅你安怎啊？你未想講想食咩？我愛食叉燒啊，燒肉啊，你愛水嘅。愛水咧，你就買去上啲啊！我是愛，但面說是愛食，這個我愛水咯。OK 啦，你愛食叉燒係物件嗬？即係牛看先，一卡路里就濟。哦。你裡面你家己講 ，OK， 所以你家己你干那食兩清呢？你特別再講 ，OK， 你食就濟啊，一日食就濟，嗰啲物件特別 calculate，嗰啲係好勢嘅先。誒，我講聽我做，我你有啊？你咪求佢咪求個濟嘛？你個食清過呢？安怎過去？清過，因為嗰了人嘅 body 哦，伊有家己會消化嘅，看會消化就濟呢。但我當今嘅身軀啊，我會消化1300幾呢。所以你若是甲骨力 workout，你 body 是毋是甲用消化物件咧？對。然後你 Asian food 係你按照 calculate 嘅 calorie，你有按照辦法咧？如果食濟樣是 calculate 甲 Western 嘅嘛 ？Internet 有得嘅，Internet Google。甲啦冇啦。冇你去每眼光，你去每眼光。每眼光。誒，古早我玩你看啊，我 download 下你 app 啊，陣時有山啊，但你再放下你。鬼啊！放生時哇，咪夾本食。是我就你就是叫我食。切啲啊，切啲。我頂頭是本是有看我 calorie。你食久咯，我食下你2年啊。有冇食下物件食 important 嘅，我食個啉料，我無啉料。哦。你食時是會肥就知哦，你食一罐啤啊，三間你看呢？我一開錯呢是。哦，一丁。呢？你食就食卡路里哦。有啫。1700幾嘅卡路里，哇！是幾碗嘅背，是幾碗嘅背，睇是2碗嘅是碗。一碗雲吞麵有這 calorie。好啦，一碗雲吞麵敢若400幾卡路里呢，叉燒雲吞麵。把叉粿條，我差不多食4碗去。後邊我食大嘅喎，咁。媽咪，你幾支哩喎？媽咪咪800咯。誒，少佢未使食，係你未使食少。
頂到我知道我做第成功嘅第一咧，我就是希望要 start 咯，就是我只係是，你我做到成功，我新日做都制哦，新嘅我160個半你看都制哦，特別你特別 maintain 掉咯 maintain，係講我超寬嘅時候，其實我就對馬來西亞人我就死啊，因為我跑道嘅時候就對馬來西亞。又攰錯啊！然後你跑道咧，唔是講是食，我係 habit， 我要食落嚟啊。然後我係想見你啦，我係想想講我要食咩物件，可能啦。然後我聽到嘅時我食我別就是你叫我講食一項，唔使食這，唔使食我有算 calorie 我本嚟散，特別我算 calorie 嗬，我成個小氣。先格底，先格底我成個小氣，我頭腦係我覺得看到物件，覺得是 number 㗎。我都唔知呢，唔是我朋友掠到我呢，我家己無啦啥，你知我真貴下咧muffin嘅店啊，你話味道下咧要味哦，嗰時 bakery 啊，喺我暑假嘅物件我看了，講看掉。你講你看夠了未？你來食去買來食啦，咪按看來就呢樣。人哋食物件，我愛食，我看到伊，我看斷掉。喲，你個冇食我愛食，我真愛食。我是看到，我是古人看啲味嘅 food。我特擺我看到咩物件，我 food 然後變咗，你知我只 enjoy food 你嘛特擺。你上擺我食，你看只個上擺我冇 enjoy 我 food 去，我就想到 calorie 呢，我就想我就驚食講食少字，即係你少字，然後變咗我自己成個小件很咗，然後我成個 Bruce 同我講到成個就 obsession 很起咗就，然後變咗我想就冇歡喜，你就特下面嘅我 feel 到成個就 failure 就成個哎呦我食實際啊，我後面咪嘅你看，然後我就走了自己時我做 training class 啲我就我當機唔敢定即係把你講嘅，因都是成日往成日 encourage 你食較 healthy 嘅成晚條。哎，你搞亂咗字啊！後嚟咧，我做就成功，阿個2年，看了跑道了，對馬來西亞10派去咯。然後我做以前做食就一時食一叫食嗬。你講頭豆嘅是唔是？古真。有就不是食嚇對，一直都講嘛，咪食字料，做字對慢慢講。咁樣寫隻。但你嗰隻一得攞了落去唔知，唔知了。以前咧可能，以前講甜嘅物件咧 ，dessert 咧，你會使食，特別你食去 save for special occasion，成個講一個月節入面你使食攞豆，看，即 dessert 啦嚇。呢個係使食。所以特別你食嘅時，你唔使食上濟，你是食。以前裝，以前扣巴。我咪食，我肚啦。以前扣巴冇巴嚟㗎，所以我食嘅時呢，你是你一日食，一個 normally 啦，一日你會使食，啊，等陣時講你會食你有食早餐嘅人咧，伊叫你 train 成嘅，以後你 train 看，你早起 instead of 食 breakfast 呀，你食10粒15粒嘅土豆。你食嘅時候，你就要減掉啲土豆先減，食久嘅就15粒土豆，你要食10分鐘嗰咋？知道啊？嚇，所以你食後一做你嘅，一邊做你成個你 satisfy from 你土豆，你食啲土豆味慢慢爆，啊10分鐘過啊，誒冇有去啊，你都冇食咯 breakfast。你問你吹啊？你啦係把去啊咪食。冇你是一成一個係 satisfy 你，一成你成個你 craving satisfy 去啊嚇。等陣 sorry，伊個名叫咩？這即是叫做哎呦叫咩啊 ？Naturally slim。OK， 話都睇。然後伊隻 course 就好累嘅，特別我做工嘅嗬。你是你食了伊想伊路試 hunger level 要試 hunger level 嘅 hunger level number 1咧，就是講你成個把你食飽嘅時候，所以你冇腰咯，你冇個 hunger level number 1時講你冇腰嘅。然後 number 2咧，你成個感覺就係食淡薄物件，特別伊唔是搏得腰，你是成個吹個大人很。number 健康嘅。number 3咧食鐵頭。number 3咧是腰啦，成個你搏得腰，你特別食很咯。然後 number 4咧就是你腰過頭了。一個叫 hamster hungry 你食你 hamster 個驚去個，然後你說你特別成個在講你 training 時特別寫起來，你當然要食嚇，
你每看，你到底是係咪 level？但是講你是 level 3，你就使食。特別你未使幫個機構嘅 level 4行嘅，所以你就被 train， 所以你再講 OK， 當然我不多要是，而家我少隻咧，啊是我唔要不多要。較濟，伊講你第一嚿 gain weight 就是 level 2嘅隻 ，level 2是講你食卡啊，是食飽食卡嚇，就是咁了是變做 fat 去咯。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เกี่ยวเราจะตั้งกันเลยจะจับปะยาวสิแล้วเราก็จะเทรนด้วยตั้งนู่นแหละสิก็เราจุกกันกับจำเสียมาจะปีเดียมจะ lunch time เหรออีกคนน่ะสิก็รู้ว่าจะปีเดียมมันเนี่ยสับปะยาวรู้ใส่จะทะเลทอดเต่า咯จับหุ่นจริงละมินจะรู้จะก่อนแล้วไปทอดเต่าแล้วไลท์โอเวอร์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งกัดทัวร์กับตัวปีเดียมไม่สิเราก็จะแล้วรู้น่ะสิใส่จะอีใส่สิก็จะ H2 orange 是 water 水掺淡薄 orange juice 啊，伊成間唔使是一款嘅 orange juice 啊，八款嘅水，哇！所以伊淡薄水淡薄水清水 ，OK 啦，成日 refreshing 啦。แล้วรู้ตัวลิมให้เลยจุ้ยน่ะสิรู้ปอตอยาวสิรู้ลิมให้เลยจุ้ยแล้วรู้ตัวrehydrate แล้วรู้ตัวเบียาว你看啦，那是伊講你是你食了你注意了過一陣時呢，你 still 個腰你就去食你十了頭頭咯，十了頭頭食個腰嚟講係你去食你meal，就係面就是你是 level 3 hungry 啦，伊是唔知嘅時候，你成日你頂到我做一集咩？我係再講我是 level 係咪 hungry 嘅，所以我再講我是 OK level 2，我走去啉淡薄我 orange 水啊嚇，然後就伊就冇曉，你成日一下驚，可能其他冇見嘅咯，然後。我做好嘅時候，我生係濟呢，我生那個20個半啊！哇！然後啊，個體檢特登嘅，然後你要拖到。I work out 嘅冇，係你大約。免 work out，特別你 work out 咧 ，of course 你較好咯。較怪啦，你你拖到是係咪款嘅拖到？你拖到會使啊？你拖到一粒就係 roasted 嘅拖到咯。你問金百個啊？金百個。我是 level 4，大家講我 level 4啦，我未食啦。就是，你 level 4咧，你知唔知 danger 是 level 4是因為，你若是單講 level 4嘅食咧，你 overeat，因為我你個知未？將個只要緊嘅物件就是25分，你一秒就俾25分鐘食，用25分鐘嚟食，所以。你意思講樣 suggest 你 meal 是成個一個 fistful 嚟大，成個一個你自己手呢，然後 loosely held 嘅 fist 嚟大，特別係你食 after 25 minutes 後，你 still 要嚟講，你特別 honest 你別成日講，哎呀冇差冇個嘢，我條到食三碗糯米啦，肯定。個夾背啦，是你度你人咗20個分鐘時陣，你頭20分鐘嘅時，你食背時，你秒嘅咧，你就被 break 咗一半去。所以你細講你有你要食一半背啦，三倍咁樣你嘅啦，嚇，你分一半，你食 half of 你 portion 咧，嚇，就被到啲10分鐘裏面食 stretch，所以你就被慢食，慢播。所以你食第一味素，伊講你成個食是成個你要 try 嘅，煮裡面物件有 recipe 是蝦米物件嚟講，即係看伊食到裡面有蝦米味有蝦米物件烹料啊，咪看，即係10分鐘了後，下5分鐘，未使食，你就要放啦，未使放你 food 放掉，特別你唔是講，特別你未使食，成個講。頭我食時啊，我就就1分鐘了啦，10分鐘裡面食了面嘅我1分鐘攞出食了去啊，特別你未使我你特別 stretch 啦 ，stretch 你 food 夠10分鐘，然後下9分鐘，你使啉水係咪？你下9分鐘，9分鐘過後，佢再 continue 食，你會春，你會食到這，你會食個了，你食個了。Most of the time 我講我去食 burger， 所以特別你 food one thing， 你愛食蝦米 food 會使食。所以我冇除了甜物件，你食一個月只食多少刀 ？chocolate 咪是甜我食 dark chocolate 都。我迄陣時食咗 chocolate 啊。哦，我冇估啊，唔係。我杯啊。我今日食飽了，今日冇一零我平常時我食 burger 後，我去
我去店我食一 burger。哇，安怎去 separate 一半？我當時食細粒嘅呀。我 burger 咪成日看咧，咧大粒嘅，唔講就大粒。然後我就切，都做切做絲，切做絲地 quarter。所以我食嘅是我就食頭一個 quarter，不頭first quarter 食嚇，食到 within 10分鐘裏面。我食耐 quarter 去咯，然後我到啲restaurant 時，我就 after 5分鐘過，然後我食 fries，所以我可以串burger，佢串半粒過啲處。你我食我就是罷了啦。我罷了 satisfy 意思講，轉嚟頭腦特別20分鐘嘅嚇，你搏到飽無飽，佢起嚟頭腦。所以那時講你請公食嚇，你袂使你飽你已經食了咩？Actually，這裡是有影，我本身嘅 experience。但係啊，你往時對嚟馬來西亞賣了，你一碗麵，你按怎半？你一碗麵按怎半？你等個10歲變糯米去咯，變糯米。尤其是食到點先呢種呢？等陣間冇去。食到點先是你肯食就賣了，見手落肚，慢手食袂糊啊！就是啦，去食早餐，迄個人問講買走啊，食安尼個。買走啊，買了我會想死。你個講我你食咗我半糊豆腐半地。半地另外係。然後炒菜糯雞。是等條青。白糯皮啊！特別冇，所以我食，還是我食係嗬。咁咪所謂散就是因為，伊是伊 ultimately 本是 portion control 嚟 ，ultimately 就是 calorie intake，特別伊個 method 嗬，甲無安尼，我未小氣啫，我未想講小氣，我是想講 ，OK， 我要食，所以我慢慢食，我慢慢 enjoy 一個。半粒嘅 burger 我慢慢 enjoy，然後我再講我吃5分鐘以後咧，我個攤食我嘅 fries，特別我食我嘅 fries 嘅時候，我已經攰飽了，還是 because 我點時啊？我嘛講你都吃5分鐘入行啊嘛，咪是飽咯。掉咯掉。然後是飽了嘅時候，我就慢慢咁嚟食，然後我想鹹鹹嘅物件，你食了後你 slowly 慢慢食後，你佢食到一味熟嘅啦。one thing 啊，我食趣味嘅就係咩啊？我食係食物件嘅了啊 ，feel 到物件真正鹹，因為你慢慢食嘅時候，你食到伊味素啊。伊講你第時是你爆物件是，咱冇時是爆，冇咪食到伊味素，咱就吞咗嘛。伊這樣你爆 ，because 你特別10分鐘嘛，你爆時，伊講你特別 candy food 啊，去 every corner of 你嘴，你當 including 一啲，你當一啲。所以你慢慢播，講你聽，你 try 啦，你咪 try 一個節，你個 try 一節就好啦。你食 slowly 啊，你 try slowly，你看看你食到嘅物件，我食特別我食 burger 啊，還是我食蝦米物件 anything 都好啦。我話曬，哇！伊味素成個較 intense 嘅去你知道？伊成個嗰兩物件成個伊味成個 flavour 成個正啊去。誒，你講係你 cheat day 攞節啊，when 你食 sugary 嘅物件，係啊，你本該分做一半。啊，對，你食係是你是袂使食，你是袂使食。嗰啲今日我 lunch 是 cheesecake 啦，你袂使食啦。你成個講你要再講你要食嘅物件好，你成個你要再你要食，你說一碗嘅麵。然後今日你要食 cheesecake 嚇，你 instead of 食平常時你食幾碗嘅麵嚇，你食半碗，so that 你 after 你5分鐘嗰時你個攤食你嘅 cheesecake，明唔明？所以你愛食嘅物件，你甜物件，你咪是 work it into 你嘅 meal 咯。所以你成日5分鐘裏面，你都俾食用啲佢哋 time 嚟食。所以你夠試試嚇。咪嘛俾到 sugary 呢啲。啊，甜嘅物件俾曬啉。啲嘅咪使，你愛啉嚟講，你咪 treat it as 你嘅 meal 啦。水落去啦。就你 meal 啦，咯。意思講 ，why waste 你嘅 calorie on drinks when you like to eat？伊講，所以意思講，伊講，你你其實叫啉 beer 數，你是，買啊，伊講 I rather chew my calorie than swallow a drink a calorie 啦，意思講啦。yang explain 嘅事啊，你講你愛不如嘥，你愛啉嚇，問你啉咩事，你咪是你咁掉一邊，
面破咁牛，就邊咁面破咁牛算你多掉打包嚟，咁我日都做。咁就邊變做抓起變做你。你毛毛狗做咩？依度邊煎 French fries 啊？毛毛狗做咩？煎 French fries 啊？一啲做咩？哦，一啲做咩？你講減肥定係啲做？一啲做咩啊？唔知啊，我食佢煎物件。做咩喜歡椒啊？好了哦。哇！你一直讀為什麼？你做咩？毛毛狗都做咩？要伊個過來嘅大歐呢？你咩嚟？我看你做咩？sausage hot dog。啊！我知我諗講，hot dog 啊！笑咯，好笑。好，我看過咩？你一位什麼？你一位你啉嘅水什麼？你過來，過來什麼？嚇？你叫我看，你要按 mute 先。你 mute 掉嘛？好看。伊到底咧 fried dry 哦，邊啊 air fryer 嚇，air fryer 裏面 air fryer fry 係咩？sausage。你冇聲嘅，你開啲麥看嘛？sausage，你開條了啫5條。喲，我講了啊！我當今我個人講咧，係我覺得 inspired by 隻 idea，maybe 我可以 restart my diet 嗬。哦，阿伯個個係是背近看嗬。哦，John 啲。想講啊，問之後有陣時間好嘅時候，哇！那俾我斜講之啊都。哇，naturally 我唔是斜講之咯，我當然後你問佢叫學嘅面咋啦，等你放棄啦，就食。特別我教我媽，我對馬來西亞先係我食咧，我媽講，哎呦，該打拉路呢，我考慮食，你看。你啦，你真係邊嘅？那 parents 看到路是做咩做破病嗬？別所以我只要對馬來西亞係咁食啊！咁食啊！對馬來西亞時我做嗰陣時我教我買人公司哦，所以我人食物件是 order 往3啦 ，order 2項物件，我公司食，安尼好咯，了個會搞掉都冇。然後湯嘅面嘛是就會平起來咯，平嘅面啊會紅。對嚇，哦，你你話只係試過落住佢，少叫福建面變福建粿條片嘅，糖嘅。特別你知唔知？你 actually 嚇。伊個 method 是按摩 method 咧，我同你講係咩數？伊即個物件我做未夠嘅，就是伊講人食物件是吼，人嘅 taste bud 啊，會 taste 一個你若是 taste 一個 flavor， 唔是 flavor 咁嘅，一個 taste 啦，味素，一項味素來 taste 咧，你會頭腦會較快 satisfy 佢你參了，人哋講參了是伊無咩 taste 咗，係咪物件鹹啊、甜啊、水啊，所以唔知。所以伊人叫伊 advice 是安怎食嘅時啊，伊講你 categorize 你 food， 你嘅 broccoli 一個 carrot 一個，了你嘅雞肉一個，了你食個了你雞肉個了，你食個了你 carrot， 你食個了，伊唔是講食個了啦，伊是講你當然食掉一喙，你爆掉嘅時，你爆掉嘅時你袂使。成個話是成個我被參淡薄 broccoli， 參淡薄 carrot， 個參淡係入去爆咯掉，咱是關鍵。我食半天你講你嘛？我就是講咧 Asian 袂，伊講袂使，伊講你特別食你雞，食你雞 ，OK 你不鹹，你不食 carrot 是你鹹，แล้วก็กิน食你 carrot 食แล้วก็เลย伊講你 taste bud 較快，你頭腦較快 satisfy 咯，伊講啊，特別我袂，你我做袂夠老實講。你成日都食面啊，都講到食面啊，都係食面啊。真到條先，我教你夾你啦，但你講咩？你加蛋酸，你見面嘅加起來成，加一塊起來，你係黏你疼成，黏你疼咧，係即係豆嘅，經豆嘅嚟食，你可能過嚟加係面接你脆嘅啦。係啊，你諗到自己做 salad 半好啦，都攪到隻冇可能都半晒，隻 carrot 嗱攞掉嘢挑出嚟，我就是講阿摩食較用半咯，你就樣嘅你物件啦，我樣是另外一項煮嘅 protein 煮咧，伊即另外煮啦，特別我呢一包好呢，我
我感覺條本咧坎坷，就是我後面物件會使食，我飯會使食，我牛肉會使食，啊不肉會使食，魚啊雞啊油啊肉後面個了會使食，啊 fries 個了會使食，啲 only 啲未使食嘅就是常食嘅就是啲物件，攞是咕咕就一刀哈。actually 我是差唔多一季節是禮拜食一刀啲。every day 一般是有嘅，食物件未使食。冇聲嘅。哈，你 try 佢一日就好啦，人佢 report 我聽看，你用 rasa 掉一味sauce上個較 intense 嘅，你食個你鹹嘅物件先較鹹，較香，你食掉較濟 flavor，你啷切公子嘅時候都差幾條。Monday 個係 start 啦嚇，而家什麼話去食？那是有諗嘅差唔多。那是有諗 healthy 啊，那是有諗你好嘅 actually，你去食那是有諗差唔多食係較好食啊，未使分開啊。會使，特別我是講你那食那是有。一分開成較牛啊，你看食才。我食炒當然，不，那是有諗啊，是第好食慢慢嘅物件。actually 平常時我食那是有諗，我冇食慢慢嘅，你食到慢慢時，你食到一鹹糊味，一香味，一 grace， 你食到一味椒。見你喎，你話數。睇物件？差別香港。差別香港，那是有諗嘅好食。好食。好食，我跟食那是諗。我是個食咯，真冇很正。但係我食見你都係有諗嘅，真正攞係數。我平就。你都俾佢咩紙背冇攞啊？吹紙。攞。那是諗嘅攞咩？你做咩下上班啊？一叉很久不了。慢慢食，你慢慢煲，你 try 下，你媽在食那是諗，你 try 下。笑啦，很多都得嘅，很少嘅慢慢煲啊。路人啊，減肥嘅人啊，攏係 vocabulary 入邊啊，無 buffet 了嘅咯。一個假如人家食 buffet，一個假如人家食 buffet。啦，未食 buffet 啦，這是虧啊。等你假如食 buffet，夾毛菇食，你講你起教時候，你脆呀嗦嗦起來。嗱，你咪知啦，都俾人哋食到自己流。不，而家我講笑嘅，而家我假如 buffet，講你 buffet 嚇，意思假如面的，如果你消化啦，咱是 buffet 是 Q 就食嘛。如果你會做，你換你mentality，講 instead 看on quantity，講看the quality，講你睇緊5項，你第一時間食係咩嘢？一食係5項咩嘢？所以你都唔知係咪好食嘛？頭都自己受不了成陣波聲啦，個仔都攞住嚟過行啦。一食緊撈嘅嚟嘅，係你好食嘅。所以你create 一個大嘢，人成日摸，無明白正版嘅心正先。捉蛇聲，拆佢掉差別款。新加坡當然住地好食係buffet。我愛。係咪buffet？係咪buffet？我唔要嘅 weekend buffet。哦 ，actually 我係講 company 拜字有 Christmas party 啊，有時去一個 buffet 啦。人講佢是正好嘅 buffet 啦，有 Lux 沙 LUX Lux 沙，伊 Lux 沙有 main lobster 嘅。哦，我想講伊 Lux 沙咪係沙本嘅。只有情記啊 ，detox。就是怎麼講物件食沙本咧係有醋啊？有醋，食爸爸一手。應該係forget diet 啦，禮拜字。蘑菇。Yes。你攞 research 看下，我頂住看到一個人到底咧台灣嚟食，一隻真正阿達嘅點心。特別真好食喎，特別真貴啦，特別伊真好食，伊做啊好，伊真 creative 喎，唔知叫咩我未記啊，點心到啲台灣嚟。台灣嘅大台北嚇。台北位，特別伊只出名誒，到啲伊只你除阿達 high class 嘅點心，是阿豬嘅謝霆鋒嘅 restaurant。謝霆鋒，我唔知喎。我未記啊，等我去吹看，謝霆鋒是咩名 ？Nicholas 啊。我知伊最係講開係咩名？伊是有米其林嘅 grade 嘅喎。
我想伊講鼎泰豐，冇，是鼎泰豐，鼎泰豐你辦嘢冇講只貴，伊做物件好，伊真係伊 OK，所以講伊嘅包嚇，只水伊嘅包嚇，伊來時成個香膏，然後呢就你知咱香膏嘛是要拍叉頂面，要一種嘅香膏啊。你自己嚇青啊，啊咪黐啦，伊頂面刮落刮，然後呢就特別伊嘅包嚇，伊是裡面伊是流沙包嚟啊。特別伊裡面係伊外口伊係 chocolate 你知道，所以做伊時候做個果嘅 powder，你一看起來成個 mushroom 啊，特別係裡面是流沙包咧，伊做只水只精緻嘅啦，等我去 try 佢。你是看 YouTuber 去食嘅？對，等我去 try。My Chen 啊？啊，對，你看到 My Chen strictly dumpling。My Chen 啊，我講聽人講了，我不看伊 Chen 啊。我講聽人講了啊，背嘅人啊，唔是講背啦，唔係講背啦，咱有迄個 problem 嘅啦，咱 problem 就得愛食吼，真正是個看你 YouTube 只係未聽。是，我跟你講，你突然都是阿妹紅絲仔隻半，到面場去看，好參嘅聽就做咩意味？就是你看，到面場去看只，我只看一個自己是迄個上帝啊，伊是 Mark Wins 嚇。麥威做乜事就見看，你睇麥威是最介紹我看哦，我爸自己我俾 iPad 佢意思，一直到邊看，伊講話，即係啊，嗰啲上帝啊，咪看，我對看，身邊都看一條去哦。係咯，呢隻物件看了梗 enjoy 呢。呢隻係你古巴你日本嘅。啊，Tokyo 啊，哇！你叫咩啊？伊叫咩股啊？黃屋，一是 yakiniku 啊，yakiniku 啊嘛。我知 yakiniku，特別講係你隻貴嘅股叫咩啊？和牛啊。啊，和牛嚇，喲。啊，是咯。我看下，我很時喺想食，我很時喺去想食的你往這邊有隻是Brazilian 嘅。Brazilian barbecue， 我知道胡椒。你使做咩我講胡椒？我哋食呢隻。哎呀，真係講買食，咱是兼食，咱講喂，我食 macam mana boleh keluar？ 食菇是正事啊！我人是間查某嘅去食啦。你人是開店呢，早起無人食 barbecue， 干那我人少人去食 barbecue， 是開店人自己去食。一貴咧 restaurant 啊 ，serve 我人一時聽，你食了一個。feel 好你，如果是 fresh 嘛，定一就啱啱一隻嘢，如果你講隻蝦米安尼講，加料是真正 hot 嘅大波，佢哋 restaurant 加料是大波。有啊，你一兩個你點講嘛？一個喺度跳舞啦，唱歌好你跳，好你看。導啦，真正我名就係 restaurant 嘅名。得啦會。他就是Sydney，so Sydney restaurant 我到新加坡。所以大波是 Brazilian 嘅了。唔是啊。有 Brazilian 個大條啊 Brazilian， 酷咯嚟搞頭卡呀！對，因為都老嘅本食人豆，佢食好的哦。酷啦個當隻頭卡，一邊過來紅險你叫，一邊過來活掉路啊！冇辦法。你真正唔知你點過調。我除掉啦，I think 毛毛菇啊，加叉龜條啊，攏山入面去。即慢慢叫boy 拎起，就背鏡，就 maybe 就我背實台灣去諗咩再去，水，諗去台灣誒，我看只貴嗰邊，我等我 share screen 嚟看，我隨住伊 website 啦 ，Oh my god，諗去啊，又直接你係諗去台灣，驚，當佢800驚，哇，你背幾多個真有這類啊，個厲害。特別我就覺得講我特別18年嘅，特別呢個新疆咁很好。咩18年？咩是18年？如果19年對嚟時都隔嚟我仔時間啦，你我隔看條路啦。會使，哇！你講一直是伊講啊，你就 because 係你my chance 等人係嘛，所以我係就 trust 伊嘅味素，伊嘅 taste bud 嘛。這裡我特別 interject 一下啊，especially 查比hun 伊真係 passionate about 這個 point 啊，
往挪啦，Ken 是被 trust 買真嘅 taste。哦，yeah，because 你食 buffet 數啊。唔是，伊是逐行食本講好食，然後往有一道往去香港喎，往去香港，我都食伊。我大廟街嘛，大廟街了，伊講伊伊食claypot rice 啊，煲仔飯，哇，講嘅好食，所以往本隻 plan 去另外一間嘅，所以往羅 can 對伊嘅 taste 講去迄間我先講大廟擺嘛，食，喂，未好食喎，真係。特別常常有發生嘅，你是出名啦。廟街嘅較濟是 for tourist 啦。伊是真濟人，香港人本有，但是講伊物件是較無好食。然後我人去到對 original 愛食嘅是 confirm 是真好食真濟。保護on top 嘅。然後燒賣，保護燒，แล้วก็จะ another case วังบาลูกาไทยไปด้วยในอีปุ่นคิดจะนอเลกูบ้ามีวังจะตัวนี้เสียงนอเลกูบ้ามี so เท่าจีเลยสิตัวนี้บ่บี嘅เสียง是追嘅อีทั้งเสียง是追嘅呢所以講嘅好食วังคิด看第二間嗬伊是講貴嘅講只貴嘅咧啊冇係你唔知the $300我冇去食啦我冇去食所以是去靈東方是加我感覺就是較有味啦，伊是講靈東方是較無味過頭一間，我感覺就是水嘅呢，所以我甲伊嘅 taste 無味啱，特別我較 trust 人嘅 taste 嘅，我較 trust 伊。首先我檳城人嘅 Malaysia 人嘅 taste 較像咯，感覺到只行我 trust 買真啊，因為逐行食本講好食。你看我講聽插米粉插幾條，攏去台北，然後食一個鹽點心啊，話食講好食，我甲去。哦，真係啊，我唔知第時個去個都對去啊，唔貴咯，看伊物件個了，特別只貴咯。特別 actually 嗬，係你保護到過嚟了，其實嗬，我係味素成日講我明講，特別食真正好嘅 food 我梗 enjoy，我真正係咪 food 我邊度 enjoy，所以我就接嘅。我本時我真 enjoy 為 food。我明講成個特別食個保護啊，係咪我梗係垃圾好食，我真正特別好食本啊，成個講你食，往時較歹吹過，我嘅面好食，嗰個歹吹。對，伊愛味素嘟好，愛教。特別咱一人冇想，冇啦，有人較適合食，咱有嚟較適合食certain啲。成個我見食嘅物件，好有人感覺到上甜，我適合食嘅物件，成個我炒粿條嚇，我適合食炒粿，唔是炒粿條，炒河飯係物件，我可能食淡薄牛奶，乜事啊？淡薄甜我較見食，就咱一味素清差。你第一暑假新加坡嘅炒粿條甜嘅，哦，炒粿條個甜，這邊炒粿條個甜。特別無我是講馬來西亞，actually 你知唔知我頭一條我無愛去等佢哋食出名誒物件，我感覺到成個炒粿條尤其是，你免講就啲嘢你真正出名，為你家通食就好食。我想。嚇！我感覺我知講，因為我知嗰陣時好似冇好嚇，特別我是 rasa 條講伊無。尤其是我放假對於 holiday 啊，你咪聊一點鐘排隊啊，我冇排隊食物件。我講聽大陸嘅炒粿條，我真係好食啊！我喺買厝邊對面啊。你煮青菜啊，見隔了人嘅厝冇一個啫。係有冇喺邊啊？唔是，但係冇講，因為先至厝喺買咩波去，所以我喺邊，所以我啷在啲 Tesco extra 咯，嚇對。頂到嘛，嗰當邊 Tesco 嘛，然後落來淡薄卡哇係咧 USM 嘅門大門係咪啊？因為一條江嘅咯，就細條江。伊江嘅邊啊，有一間嘅個別店到啲後尾。文華是文華。巴黎啊，到啲巴黎誒啊，叫巴黎。然後伊嗰邊有一單炒粿條啊，有兩單就係是。然後後尾邊下啲後尾邊有嘢。係咧，伊炒粿條好食。然後伊只係咪嘢？你講咩？要炒粿門啊！伊是大包咧，同埋小同埋小啲同埋。然後然後伊你幾漢堡要破個隻，喲好食哦！伊我食在三刀啊！我想我在三刀，然後是嗰有一打到啲係咧。
Queens Bay 嘅位 Queens Bay，我一隻點厝啊邊個位啊？邊咯，下邊啊邊。講到勁嘅，嚇你學到後背，先學到後嚇以前後背，下邊有一單一安迪炒粿條，本真好食喎。哦，下邊冇好食，我聽講羅仔冇好食，我冇食到，下邊有單羅仔冇好食。OK 啦，講到啲大嘢啦，未使講住食了。講住你個阿媽個講我哋 Brazilian barbecue 我蘋果琴棋啊，what the hell？啊，哦，琴棋啊，別見嚟這邊，我嚟特別正嘅冇面到這邊。你看了人到啦咧，隨佢看了哇！喲，你遲都食下面到這邊嘅吧？個碟，八隻個碟吧？眼睛夾掉誒！我愛八條碰，佢哋喺度邊？食到頂，哎呦，食到頂嘅人啊，咻！誒，今日我去下咧 Amsterdam 嘅時我見啊，還沒試，講下沒試過。呀，你看我分到位啦，一定袂面嘅，你 shop 店頭嘅人誒。還沒見做咩？我唔知你講咩，未吧？我分到愛八條買，伊講等下伊就愛放工了。哦，到啲 restaurant 度呀？唔是店，你是買物件 store 嗰陣。哦，我是在店做工嘅啦。啊，我當時啲看物件，我笑嘛，大家做小啦。friendly 嘛，over friendly。係 over friendly 啊，講唔講啊嚇？但係我係小工啊嘛，你愛八條會使，我係使睇你用。喲，我係 service 啊。你幾時我知唔知？你係講我 normally 啊，人俾話呀。我哋應該係俾話你。咪是嘢都計拍嘅滾咯。我靠！那是以前個咧 Brazilian barbecue 安尼人頭 OK 啦，夾死嘅個人講。哦，所以你是看到成 Brazilian barbecue 嘅咧 offer 啦，嚟哦。點頭。等陣再 consider，再 consider。等陣你做歪屁股出來。你都點頭啊？小一片十冇出來。我白雲吞咯，係啊，白雲吞，咪都400 calorie 嘛，雲吞。攞嘢出嚟㗎啫。OK，等，咱們每隊隊嚟食以後，減肥人先，唔要令。但做 control 咧，你成個腰是，唔是腰，唔是腰，即係你肩胛行嘅嘢先。但係時常會跟你講，成日就只我食麥當勞啊，阿妹。因為我有水講，我個存就隻卡路里我會使食嘅。嚇，就是講我有存有700卡路里。嚇，所以成日就只講我想要減食麥當勞。我會去麥當勞嘅 website 會去 check 伊卡路里㗎了。嚇，有卡路里我都面啦。嚇，然後你會使到邊 select 伊 meal，就是講 ，OK 我 select 迄個salad chicken 呢，salad chicken 呢一個，然後個 OK 我想要食 French fries，然後嘅迄個敢若有400幾個卡路里爾。drinks 哦，迄個 Coca-Cola 蝦米物件我買唔到個了，無哩，我敢若食 fries 加參迄個 salad chicken 爾，冇啊，然後加400幾爾，要慢慢食。嚇，成個歪呢？要慢慢食 ，taste 甲你會感覺講，satisfy 滿意啊，滿意，你感覺講滿足，滿足啊，你感覺你買就已經甲你講你飽了，特別我買，然後特別甲我講時我買條就是特別。我飽了，唔知，你講咩？超寬啊，超寬嚟嘅。你特別關事本try 掉，這先是 A work 誒。你關事嘅，關事本嚟，你超寬條，你係 train 關事啊！誒，咁我嘅 program 啊，你特別 commit at least 3禮拜咋。OK， 我聽你。3禮拜過了時候，你 habit 對方面你就會啊。你在食那少啦，你是食，就點整？攞你當禮拜六或者？kg 啊 drop，要到2 kg 啊。你係呢3個物件 drop 喎，我係講我嗰塊物件 drop，哎呦，
我想愛咯，OK，我睇下當今 ，OK 啦，當今是1月1號嘛，所以咪殺過那個1月1號。哇，我係使朝頭1月1號個生你這啲你在知啊？1月1號啊，1月1號 OK， 1月1號較好啦，12月坎坷誒。人12月坎坷 holiday。安尼只 Christmas party、Christmas dinner、company dinner， 耍起啦。我大就是你看那3年咯，我其實就是對那時個確定個Thanksgiving 一個 Christmas 一個當然成真，那個佢哋之後接得來喲。好，等陣個清明個白粽嘅，清明白粽邊啊？所以，咱係 try 看，咱個了，是講那種藝術啦，那種藝術兼備嚟講啊。你當今日去情侶檔啊，嗬？今日呢唔是1月1號啊，今日呢情侶檔啊，嗬？買啦。然後 message 我做隻 separate group。係啊，group 啊。然後特登節，特別特禮拜你會 post 你 weight 知道？哇！我在。係啊。我在。OK，但我想法到底你 group 嘅人到底 WhatsApp 會啊？WhatsApp 啊，WhatsApp 嘅人啊。WhatsApp 啊，人啊，WhatsApp 較人想講，你使 motivate 一下的嘛，你咪想講去。OK。誒，未使話梗係野夫嘅小影啊，未使。你驚做咩嚟講？我冇點解我嗱呢個我係。哇！你再一句哦，就是要接來下你小影嘅蘑菇，去下一個條sauce下。定當嘅時候，我定當我見嘅時候，我low carb嘅時候，我食咩啊？我食 sausage 後我換 mayonnaise。哇，好厲害！我 master。แล้วtapi 冇食到啲啊，但係很換嘅。tapi 像個你食菇啦。tapi 你下隻就辣嗬。so 我sausage 包 cheese 要換 mayonnaise。我冇即個電話喎，即個炒粿條嘅。哦。炒粿條，我可能咱比方看大時候，我 message 你。咱個笑話，所以咱就要插，變咗學嘅咧就要插嘅時候，那是咱要在我你會使 email 我同我講我 add 落去。我冇 email 啦，PM。嚇，你冇 WhatsApp 啊？我冇錄嘅電話先。哦，別記係嘛，你到 group 入面吹啊嘛。啊，等下 show 時，哎呦 ，maybe 咪咁掉啊！哎呦，你是講變咗學嘅你咱嘅 member 個咧，到下嘴條我咁背下，即是成條白表，你可能啊，較直接我背啦。鳥會使無？講緊你啦。哦，你之後等下，會使看鳥會使無啊？有啊，你干嘛好？你問鳥 call 那邊呢啊？你我咪制啦要。被蠢。鳥要啦 ，because 有時我當今部我是去 cardio 加 weights 啦，所以那是 lose fat gain muscle 曉得一檔未講清楚呢隻。你使穿你樣嘅穿有即個 fat 嘅 body fat 嘅 percent 咧？哦，冇特別安尼長嘅，特別去 gym， 特別去 gym 了，長嘅冇多少。你係你 slimming 嘅啊，你 center 啊，你計講你有興趣啦，叫你啫。啊，成日有 BMI 啊。你頭看啫。會使啦，腰會使啦，腰。尤其是大波咯，要了加你使要尋位，本嚟使咧看你直接俾 share 到時，總之你有一個成啊，你有一個 base 啦，你再講下。好啦，我本特別 serious 了。我冇做，誒你使你試習咧？喲，我個死誒！你嗱老那死我特 every 10 years 啊，我就個看學生嘅咋。ไม่ว่า everyone เนี่ยตัวขังคอยตัวไตตั้ง60倍試看，แล้ว那時做แล้ว到底 chat 會嚇，那咩名咩咧？中水族 BG 減倍，冇啦，變咧學見第一 group 啊，BGHKG 啊，BGHK 嘛，咪是 BGHKG 咯。HKG 是，變咗學緊你 kilogram 啊？哦，但 OK，所以學緊 kilogram 哦。對
你只係佢住，所以你會使講成個exercise，你叫住有 exercise 做下面物件，到底邊講乜？所以 sometimes 講嘅是你看到別人哇，今日藍。要去exercise 50分鐘行50分。都人特別啲咯，都人食嘅物件好嘅。食物件咩？係咪嘅？係咪嘅？你講有冇聽到啦？食嘅物件，嗰翕食嘅物件。唔係，你話咪就係 please。你那是做乜鬼？我睇得出。我就是你at least 你翕出來啊，你見你食過下面。哦，是講你看你食你 diary 啦，成日講。唔係，你覺得會使食，咁樣雞未使食你嘛？邊樣你嘅未使食你嘛？可能我看到不妥，有在亂幾點邊啊，亂嘅 lunch time 是我 night time bedtime 嚟就係。你有錄嘅 lunch time？唔係，夾我哋小英 please 夾我夾啊，夾你好嘅物件對下 motivate。So OK， so 咱看 exercise 是咯，at least motivate。當今我上面流浪，我而家成個流浪。我當今 exercise 時候，我冇面做嘅做，所以我 exercise 時面我見到啲 treadmill 呢。我見到啲 treadmill，但是咁我見我 treadmill 咧，我冇同人講過，我哋就話對時我腰骨痛咯，知哦。喂，腰骨痛年佢2年啊，差唔多係。然後喂，伊到底我腰嘅邊啊，多邊嘅卡椎頂面嘅，但冇 muscle 喺邊腰嘅邊啊。我聽2年咋？一聽哦，伊是我每時我把佢發覺到一個人，伊是我 muscle 嚇，我卡椎嘅頂面頂，我都看。唔知我都看我卡住，我是講 position。我有掉哦，我本時掉安尼款哦。哈，水啊，水聽啦，水聽啦，紅絲扣卡界嘅時候，伊扣卡聽，伊成啊，伊 never 好嘅咋，伊是直成個最水嘅，可能是水嘅可能。就是我是伊個，我讀到伊個，咱卡住入邊伊落地 muscle 啊，這邊啊 ，muscle 後尾是咱 sciatic nerve 啊。sciatic nerve 就是落架去你卡底下邊嘅咋，所以有人 sciatic nerve 那是伊條邊嘅時候你把卡把，特別我冇咧食啦，特別我嘅 muscle 係我頂啊這邊一按啊，所以指到伊嘅即個 sciatic nerve 啊，所以我聽時我係落聽到唔是就啲頂面落架去，但係我後尾我 hamstring 嗰邊，แล้ว佢起架我即腰骨頂面佢邊咩酸聽，所以我聽到嘅時，我是想講我到啲 treadmill 直接我走嘛，就是曉咯。before 對馬來西亞時，我走咧好，即係唔是 last year 咋，就 year before。我走咧時，我成日補掉嘢 something 咋，你未好喎，未好上班2年後咋，你冇講死我未使做 exercise，我驚佢拖到伊嘛。問題係有一次時我未，但係我講我未啊，我弟弟感覺到成日講。但是我冇叮當啊，我辛苦難難按，所以我就特別驚，我冇講驚就係講我咁慢，驚嗬，一禮拜呢做，我一禮拜做個3、4道呢，冇聽，完全冇聽佢，到底冇聽個鎖去哦。我冇做真正即 exercise 我驚呢，特別我驚怪快，本來特別我 treadmill 我驚係吧 ，usually 3.5 to 4 miles per hour 啊。miles per hour 3個是4 miles per hour 咧，我行about 4% grade， 所以有特別車啦。特別我冇講成個行，我行咧係成個路成個起飛機點是飛機會叻咧是人講嘅 speed。我冇走嘅嗬。我冇走嘅料都是，我頂陣時 try 走咧時個就是傷掉話咯。哦 ，maybe 你行過啦，你講較緊咁。過我未 work out 過嘅，我那時講我騎行時嚟講，我哋老真正佢辛苦慣。特別當今咧，我行是行 for 我 back，so 我 even 到成頂住嗬，我 feel 到大熱啊，做緊段啊大熱咧嗬，你冇個行我冇行聽嗬，所以我行是行個3可能，所以我慢。冇講慢本來我行 ，because 我人行快嘛，所以我行已經比較濟人快。對我嚟講，3是 normal 嘅行路 speed，所以我行人哋行，你有嗱看新聞啊，是看我 Netflix 啊，看咯，當看到我 treadmill 就正邊啊嚇 ，treadmill 看到一支，這是我 treadmill 啊，誒 handle，แล้ว我 treadmill 誒邊哎呀，別攏未看到，攏誒。冇可能去 Snapchat 當看，去 Snapchat 嚟看，還是 Instagram Story 嘅時候，我們 post 我喺邊個時候 iPad 嘅，所以我喺度喺邊看，所以我喺邊行，後尾分咗冇聽去咯。特別呢，
我成日我食水款嘅，特別我就是講我做 exercise， 我真夠食。我平做 exercise， 我看唔到一點啊咩？我去樓頂下，我剪內啦，我煮，我食個壽司，前面嘅啦我食。有時嚇，啲困嘅時候爸爸，有時馬仔。你看別生嘅咧，到時我冇事嘅，我冇事嘅，我見出房喺你煮名。嚟哦，我係食壽司，見啲食晏翻就好啦，等陣食。有咯，你都話曬成個，哎呀，我做 exercise。我 reward 我家己嗎？對咯，就是。所以我當今我特別做 control 我 diet 是第要緊嘅話係三，我唔是 exercise 三嘅話，三我是 diet control 我嘅三。我朋友真係三是應該哦，伊人有 commit 去做係個 Ironman 啊 ，Ironman， Ironman 啊，嗰時歡啊嚇。hardcore啊，แล้ว會嚇ตัวตลอดนะ嗰時ตลอดนะแล้วยัง有 commit 去簽掉，尤其是 Ironman 啊，直到簽掉應該是800 US dollar 就係喎，所以以前啊，一定要做嘅了啊。我800塊，我去跳油。แล้วยังIronman เนาะแล้วยังสั้นหี哦，แล้วก็fitหีแล้วยัง不是相關特別你咪嗌嘅嘢咯，我表。咁佢哋都走緊你近過咧，嗰條河你借女，都唔是嘅去食。冇啊。我係不要去接我朋友講，我朋友講，我你講小水3.8，搭架車800，我嚟走42km啫嗬。所以講搭了800，點先是講遇到邊名講哇 MKB 嘅 MCB 嘅啲白號，你借女個你做你自參嘅工具啊。呢個學能累積啊，你白號我把累我嘅電腦順咯。喂，特別啊，我想見你2018我係 commit on 多特朗呢個走過搭3集แล้ว走過，我 try 下哦，因為不是愛 train 呢啊，冇你簡單本呢。是啊，搭我是 OK 了，搭架車我就落嚟有搭嘅。想係走5km啊！我未走啊，我未。喂，你未好事啊！喂，你未走誒。即係有安怎講啊？伊嘅辦法安怎走嘅？我到時我朋友教我咯，做掉我又俾我又俾佢攞你咯，我買啊咯，我買啊！特別你人去做咩？你辛苦誒，你知呢個幾辛苦嘛？對咯。特別我哋有見是啊，我那是我。冇插我做安裝，係咪做 exercise 唔好？我哪做 exercise 我就拿隻啊隻，見隻。你不要做數字啊，John。我係朋友有一個本是佢嗰時走 marathon 嘅，แล้ว伊呢本有問題แล้ว，所以伊是 download 一個 app 是 free 啊 ，Freeletics。伊是Freeletics，所以伊是個 low impact 啦，是講本是 exercise 個怪穿嘅啦。所以也係閒呀，是哦。我哋是攞 exercise 啦，買走你係用 try 一個 app 咯，伊是 based on that，伊 workout 伊 quite fit 嘅，你成伊未走呢，當叫你。OK， 睇你，我有你講第一，當叫我你有時你講 share 可能就攏在講咩 exercise health tips 嘅咧，就到電話 group 嚟 share 即係，但是講你人愛參加攏是被 serious 嘅，但是講你冇 serious 就嚟叉小小，係揾得突得出啦。share 一日啦，係你等條啦。我就是講話嘅，特禮拜一啱 post 邊咧學嘅 show 時，你講我講你 weight 是就係你要你。特禮拜一報告啊！特禮拜一報告。pressure， 一個月1號起啊！冇。唔是啦。今日一個月號。今日12個月坎坷。我近日baru kan cak kapal ke puasi ni ki pot lah. Pai ji ko cak buffet. Lagi lu pai start. Oh, lu pai ji buffet, pai sa. Pai ji buffet. Pai sa be pai go, ele pai go. Buffet begin lah. Lu is sai 食一半咯，buffet 食一半好啦。食一半。食5行聽嘛，仲講食5行咧，你慢慢知啊。OK。你講下你 freeletics 啊？喂，伊個 model 嘅現在嗰了就結了哦。model 條條是結嘅啦。真正水嘅。
伊无理由 show 一个肥的人做的呢。啊，冇理由叫我面去做嘛。你講有備料嘅喎？啊，你看到伊 app 誒，咱若是咱別人參起嘛變了咯。我有3粒，我有2粒 man boobs，加一粒腹肚，3粒。你有5粒㗎啦，你係得個2粒闊。5粒啥大話5粒呢？等1粒。證明啊，OK，等我收到兩個電話啦 message 啦。OK，所以我係哦 share 好錄啦，John。啊，我看到。我未到定做，我等埋落了時我去做，我等佢可能個落模啊，等佢。OK，啊，咱每博一零，看伊好人嘅 tips 先咋？誒，博一零都係參喎，博一零。博一零是咱先生 motivator，特別係那สุด啦。是哦，一寸3 kilo 呢。伊秒掉咪嘢。走去食啊！maybe 係寸700 calorie 個，嗰陣食咩呢？冇嚟佢50年係啲有學過後面嘅50 calorie 啊，食瓜子。加些地乜瓜，些地減啲水乜減都講減啲。我是食，我講食淡薄食行食好把耍，特別我去遊路嘅時啊，我食個料，佢包冇，你成日幾包嘅啲八卦下裡面有10幾地啊。話你咪是加食地食，特別你食個料係幾包。哦，你講到8個冇辦意，你真係要賺埋你1 kilo，咪你先你100塊。嚇？冇啊，你見過條路俾60呢？哦，你用200街。冇啊，John 你知打啦，你大擺去食小擺啊。哦，7條路啊，7條路萬山。哦，伊做咧食地八卦。哦，我是講喺你出名喺間醫技博士嘅。哦，你叫咩啊？我嚟讀你啊。醫技有博士嘅嚇。我嚟讀啊。我嚟我嚟讀 ，OK serious 就諗咪散到住會再啊，等我看啊，叉粿條咯，叉粿條藍，แล้วก็住個啊，特別驚係特別驚未講咩，特別雜包布 ，OK 雜包布我有啲電話了 ，OK，冇冇過嚟啊，嚟啦，冇到嚟，嚟咧，嚟啦，是住冇到嚟嘅是冇冇過。冇蘑菇，你做小嘅，你而家只係新嘅，你係做小嘅。新啦。誒，但是講 OK 啦，你哎喲，但是講住啦 ，within 2個月嚇，不 within 2個月行考啦嗬，2個月冇刪掉嘅嚇，就 kick out 啦。別啦，你2個月先知啊，冇路別了，你要刪未我過。pressure 咯，你啊是啊！我諗啲之類嘅全部一零年，自覺100啊，真係佢每個時節啊，你真係要。問你咪了解叉粿條嘅心情啊？時節菜啊，咪食了單條命，你真係要。我媽媽煮個波絲咪食了條命，你講按照第三年。你咪食半一半啊，半一半。先之後你只10個月好，遲只個10個，咪是未攰。10個月200咩？start 食啊，地少食100月啦。10個月會肥，我食一禮拜就會肥了。佢就是做 restaurant 嘅，我知你謝住。冇嘛？誒冇啦，特別好心啲，特別 accountable 嘛。你先講你特日180啊，冇你80個 kilo，然後禮拜81 kilo，然後嗰個禮拜83 kilo，มันได้ใส่啊，มันได้有效啊。你特別是想講，你特別有，你別使線嘅啦嚇，往每人講嘅，你是線嚟講下你條老細嘅啊。我都線落西樓個山，但是都線都背挪背。不，咱嚟看下，咱嚟看，咱特別講下，你一個月南邊啦，嗬，你特別你 net lose 啦，特別 at least 1半，哎呦，1半幾 kilo？就是900 gram。只康確山你換咗好。
特別坎坷啦，咱別使講啦，咱都別算8%啦，對。你成日講你別算8%，你別使成個我就是較濟省較用省過啊，查某步已經查某個坎坷條坎坷省了嘛，查某。第二條一般咧濟攤 lose 嘛是無，咱成個我真正我 lose 10個半我都未試過，你 lose 10個半你冇辦法啊，所以你看是你就算8%咯，但是講你無。叮當掉，咱免算啦，免講你 strict 啦，你那是無刪掉啦，兩個月之後無刪掉就 kick out 啊！啊，你 kick 我邊邊啊 ？kick out 啦，我靠時間 join，kick 邊邊？我靠時間 join， join， 做咩？摩托零。Invest number two，invest number two。嚟啊！直頭，摩托零。嚇！你就 kick 我就 kick， 我自己佢後端啊，我繼續啱啱。episode number 2。應該哦，10個鬼後，佢出你喺呢邊咧，你先正邊啊，10個嚟哟。你整咩？我就是話，你就係講咪就係我即係 mentality 啊，我 totally 明白嘅。我成時講，我要殺飲杯下去啊，我特啲 excuse 傳起來，哎呦，佢一年過去啊。我哋突然呢個事情，對馬來西亞是真 stress 嘅，對馬來西亞是人同你講嘅，你都唔會啊，就同你講嘅。有人肯講到咩？有啊，佢冇。對。是 VV 娃娃了。哇！我接觸點講嘢。你快啲 enjoy 哦，你講嘢 enjoy 哦 ，VV 娃娃。好啦，我哋你可以。呢度買。依愛背啊？依愛背。啊？Serious 啊？是咩？呢度買山，呢度冇啦，冇得看開啊！攞每人自己每啦，就人嗌，攞嚟使誒，你講啦，人使做 admin，人 original 嘅 member 佢咧是 admin 啊，我 set up，so that 你愛就愛招，人愛接啦，每日使接嚟 ，OK 哦。咁啊，變成學嘅 member 啦，變成學嘅 member，免講變成學嘅 member 本啊，你使到啲。你特別咧學嘅人聽到人朋友咪使愛 join 啫，就是我係 support group 咁樣啦。哦 ，OK， แล้ว那時講你有成個女波啊，是本未 join 啊，咩使？你啦，等陣 join 一協你叉燒食應該榴蓮啦。有激，有激啊！ Oh my god！誒，你攞嘅名，佢攞是你變咗學嘅名，佢攞死片先。對啊，這邊變嚟學嘅咩？我應記嘛？誒，冇 create new contact， 即係自己好玩啦，即係幾好聊嘅。毛毛菇啊，一買站唔表見你意思咧 contact 係一隻字，意思我聯絡住我是去隨嘅。意思你會 contact list。意思我係headquarter啊，到底邊嚟？啊 ，OK 啊，咱 commit 啊，而家哈，有浪時可能就到啲 chat room 嘅時間講咯，講可能係新或者係啥咪，你係考慮 target 啦 ，actually target 咱唔使 set 上大 ，target 上大就驚，你先講係咪30 kilo 啊？哎呦，我5 kilo 半解都就我，但是我搵個10啦。但是我會生個40個是我中學嘅時候會。別啦，你特別 realistic 啦，你特別 realistic。係咩？我頂頭嘅時候，我講緊我大學畢業。頭潮咯。我大學畢業嘅時候，把你個150半啦。嚇？我當你180倍半呀。So 你是變關嘅哦。我只3年，我大學畢業嘅時只3，แล้ว我特別我過嘅時候。我係逼我當然我就是第逼180倍是第逼。我都負責68 kilo 呢，36。嚇，68 kilo，แล้ว我68 kilo 是，哎呦，買衫就用買，真係咪衫咩穿嘅水嘅，當今日買衫未效果看，買一套杜蘭買去 shopping 嘅，然後我是講我冇去買衫，只股就是講我背嘅呀。你知我老是個穿暗嘅衫，個坎坷啦。你唔知係咩？阿你射淡薄，嗰時愛啱你把你安尼背多淡薄。明白啊，當轉明白啊！你成個講，哎呀，佢哋俾你我生起嚟。係咩？你幫我把你俾一個別轉我，就10分鐘，你看自己愛看啊，愛看。咯，笑一笑掉咯。
该这冰冰有了啊！自欺欺人呐！你少，請到其實個家己撈家己看開個了就對然後啦。冇咩穿佢啊，但係碰佢咧，有啲搏多條傻條，直接碰巷咯，都係事。我，哎呦，你熟掉你搏多熟掉搏多隻偷你確實，哇！另一堆係情話咯，等於話對是上咗情話啦，等於。誒，聽過話啊，領頂一幫有講過吼，咱行路本好坐本好，咱盡量熟家己嘅腹肚起來，一個胃本是會生嘅，對唔對？意思叫你 engage 你 abdominal muscle。我特別咪是 engage，我幫 size 咪 engage 咯。我不 engage 啊，隻小巴是有 engage 角度啊。不肯 call，冇一隻啊，一隻啊。誒，你放嘅時候，一咚落去架樓都誒。你把燈都係判出去。有時啊，我打包個係係幫住事啊，你靠只眼事啊，แล้วก็我個白靠大，所以佢就偷靠到一個偷你撩啊，แล้วก็係幫啊，ก็係沙士嘢咯。嚇沙士啊！你哋是買偷啊，是講你zipper 係坑回出嚟，是我靠個眼啊，未知話超回機嘅叉呢個攞出嚟。我出來咧是放咧是被知道對是個派知啊，人嘅知啊。你估驚你拖連經，你開車經過嗰啲大一倍啊？驚nghe tiêu à? Họ đi cụ chất cho kia nó vô tình lại khó à. Wow, cái tiêu xíu sẽ có chỉ ni hơi chia cái quỷ tay à phôi à. Cái lẩu. Cái tay có tiêu cái suy nè Bình. 哎呦，當佢水都講成話成個哇熱湯啊 ！OK， 嗱我當然有，我當見有諗嘅諗我有啊嘛，然後他佢條我唔รู้嘅，但冇估嘅我講咧是住，但我都記下我係住一個另外。叉米粉，一般嚟。叉米粉叉佢條啦。啊，我諗本嚟。OK， 我只係 motivated because 特人講我背我本冇咩拉沙啦，我背拉沙係嗰個係 mother 講我背。哦。伊大佬 complain 我散嘅，伊只講，伊大佬 complain 我按咗兩日散期嘅，伊只講我背呢話。係啊，你是咧下計啦。你笑啊，人講嘅都是這計啊。你幾老幾條？哇！係咩嘅？你冇嘢？我9集啊，我9集 over，我9集啦。20 kilo over 啦，我係 lose 10集啊。嗱，是係幾多9集啊？要諗特別 realistic，我講諗特別 realistic 本。你係咩？你係企個70 kilo 咩？應該未落緊嘅借啦 ，as close as possible。OK 啦，咱 set 那個 goal 係是較細 goal。咱係你咪想講，你講 sometimes 你會 lose 20 kilo，sometimes it takes 1 year 是較加過1年啫。是，一年冇可能未。你咪 crash 呢 diet 你看你嘛 ，because 你被 maintain 嘛，所以你特別嚟講 ，OK 一年嚟講，你 lose 10 kilo， 所以你一個月入面你會使 about up to 1 kilo 啊，你看一年入面，所以 OK 嘛 ，realistic 嘛。除非你破即一年係10 kilo， 我真歡喜本嘅。我唔想，我當今是90字啊，我那是三個村88啊，哇歡喜喎！因為我這是個破病嘅，破病是冇食了一頭哇生氣，發到脾氣得滯就嚟啊！老曬，那這破病好，一出牌不啦咧，想。你對換啊搏殺者。未啦，你最臭。未係你條嘅水，我別老細。哦，會聽啊，老細啊！安怎咋？你也落地，你也落地，然後你放佢過去，然後你阿格又冇吹，然後你可以成班個。有人肯做嘅，特別唔係啦，你食你躺住佢度嘅嘛。我俾講，人做嘅第一條，特別是 healthy 嘅啊，特別未使做你 extreme 係食啲乜咩，你未使啊，我未使啊。成我係播呢，舊年整隻青蘋果，了，
每舊年整好，伊唔知咗行落立落坑咧擺卡去。哦。伊擺卡所以未行咧行肥，愛水嘛舊年嘅事。所以舊年整幾個月，然後伊特啲食青蘋果。然後食一隻食一段咯 ，replacement with 青蘋果。哦。伊散啦。哦。伊無會聽，伊散啦，點解伊個木真無好。冇聽嘅書。咪查笑啊！我食青蘋果。個 stress 無穩定啊，個未驚咯。哦。所以係無好嘅，問對啦。問對，因為伊個半大 exercise 咧，當今。伊個半你人個半大咧，所以近日愛 diet。嚇，我唔成。特別我特別做淡薄 exercise。特別咧，到啲 motivation 時咧，實講咯 exercise。特別佢真主要係 group。特別講到對 exercise 啊，我若是無 exercise 啊，我今仔日有可能110幾路啊。我 exercise 嚇，我若 exercise 我當然是 maintain 下條哦。我對我 exercise 我 maintain，因為我 maintain 係我93，我定定 exercise 逐禮拜一斗2點鐘搭架車啊。我食本愛淡薄高本啊。嚇，食淡薄高。特別無啦，大漢，較有會咧，是個較艱苦去，你特別難嚟。慢啊嘛。對，成日當今嘛，食本食較少去啊，伊別食濟啊。對。我那時食成我20幾歲前。我那時食成我20幾歲食時啊，我當今有可能我落300幾度咯。我當今食都冇咩食了啊，特別個那個肥啊，特別我見食甜哦，我超慣嘅食甜。係咯，係咪困 before 8點整咪食物件咧？喲，我特擺就是睡 exercise 11點啊食咯，喲。都錯咗。你別啦。因為我當時我食安裝我食超寬，我食夠面出嚟咋？我食下，我唔是講食飽嘅，我成日看啵，黏滋，你食，我食你都食正買一 bag 嘅 pepperoni 食一片嘅 pepperoni 我做 pizza， 我食廿嚟食哇，食特別到 chips 特別食你，我食超寬嘅，我食衰，哎呦！那是我超寬，是我唔使講啊，其實我超寬啊，你係講嚟 struggle，你知嘛？我諗未咯。你諗特別 motivate 我啦，講 OK，讓 support 你 ，OK，你對會使，你看，別使講咩話，看你講去食，佢哋 feedback。你咩話？你講你diet人出嚟唔食嘅了啊？咱Malaysia 好平啊，我知講你人食物件是食貴啊。tapi Malaysia lu lang cuy tio quinoa. Oh, elah. Quý lah. Quý à? Kasi lu lang quinoa sih quý. Lu lang cuy tio quinoa what lu lang cho to si replace mo ya. Lu mesti completely replace. Oh, lu chama. Lu need lu B carbo. Lu cak lu B cak lu point because lu need the carbohydrate mah. So what lu cho to si lu chipuan quinoa chipuan pun. Then lu煮是 normally 上 normal 的煮法啦。quinoa lu煮上个半年咩？我就可以冇個食啊，就是我食到是上個半，特別 because 我 for almost 2年了，我食 quinoa， 我食 quinoa， 我半 1/3 2/3都是 quinoa 啦。你煮是做只grain 做只煮，是你煮 separately 啊？係點㗎啦，落去。所以你煮半身啦 rice cooker 伊個機式哦。quinoa 都是 OK， 你得啦，Malaysia 啦冇咩病下面都是 quinoa 都是 pseudo grain， 伊都是 pseudo grain 嚟，所以伊唔是quinoa 伊都是伊 classify under 伊個可是我冇錯都是。classify under ancient grain， 然後quinoa 就是South American 嘅grain 嚟 ，crop agriculture crop 嘅 grain 嚟。So 伊冇 energy carbohydrate， 伊加 high in protein。So 你食嘅時上加人病性啊，下面啊，伊人會過伊人嘅，伊人嘅 physical look 啊，所以伊人無食飯，伊人食 grain，especially 韓國伊人食quinoa 較濟。
見到好，一時隻成隻雞，你看影色嘅雞。一上個一隻有嘅砂鍋呢？一隻是。一成個砂鍋，有嘅砂鍋，細嘅。Quinoa 是 spell Quinoa。Quinoa。但我昨天冇個知呢，Quinoa，昨天我食過後啲，昨天我嘅 salad 是 Quinoa，salad 是 Quinoa 加 grill cauliflower。呀，你頂路人知無？特別好食。即個路人食成個食落地食 wheat grain 喎。對。伊人即個其實我無錯啦，即個就是怪古啦。I don't know whether 伊人 still practice 無即個 method。伊人 before 伊人知伊個 grain 嘅時，伊個 wheat grain 啊。伊人去浸 pesticide， 即個 particular pesticide。浸了嘅時，伊個 yield 較濟 actually。但有大個 grain 咧 ，GMO 嘅啦，有大個 grain 咧，就是食了嘅時，伊人嘅 idea 就是食了 so that 你會食較濟。那我見下你大家。你做下你較熱。So 伊人 wheat grain 係咪㗎啦？但係我家己咧，我無食 GMO。I stay away from GMO。我講聽這麼說，我當時媽講如果啲講有啲個嘛，講我是講我會 message 我嘛，因為我講你大嘢，我 actually 嚇，我平常時我食我 normal 嘅，我要見到上面我那是 sustain 啊，我是講我超寬就對嚟是我特別，我 diet actually 唔講就隻派，是講我 habit 食物件 habit 食派，所以我會成日直擺了個直硬煎，可能就所以直食了半暝啊，跟半可能就食。平常時我 normal 嘅 meal 係實在會我想，但係我食是見到 salad 加 grilled broccoli， 伊裡面有 cranberry 加 pecan 加 goat cheese 加 grilled chicken， 所以食 healthy 唔講食基本那個安尼大嘅。特別你嘅 dressing 你用係咪 dressing？It's lemon juice。แล้ว so 特別迄個店是往昨天 order 伊個真 healthy 嘅 life， 所以伊 portion 唔是看安尼大安尼咁樣管啊，唔講真濟。所以你是講我無派款啊、超款啊，我會省嘅。是講我當今是，我就講對馬來西亞攞到啊，嚇，變做你成 fell off the wagon 你一頭咪插伊去啦，咯。上個我這個咧就是我 experience 啊 ，because last time 咱 you know John 上個路嘅話，咱來這邊就踏車時無累，然後物件辦機買食 ，actually 食了嘅時，咱會大一個了時算個了啦。然後嘅時我去 Boston 嘅時，我捌這個 because that time 嘅時我捌前一時你講嘅，所以就講 and all these things， and 我甲我某講哇 fuck， 咱會大一個了去個了啦。So 對我人 start to 食 healthy 咯。So 上個我 experience 就是有一道講 OK 食 salad，so 咱無食落地安尼食 salad， 我某講6個月啊，干呢個未散咯。然後我講對哦，未散啊，一成燒氣甲燒來。未無理由嘛？未散啊，食晒那個未散，想，幾擺dressing 嘅數，你食 red dressing， 哇！頭一擺聽到大粒頭咩幾擺？所以 after that 時，我人食晒嗰時，干那用 olive oil 呢？vinaigrette， 你係我係特別係 lemon juice 㗎。特別 olive oil 啊，講個 olive oil 起來啊。咱嘅胃買 olive oil 啊，會飄，我捌看過幾哪裡飄啦。because 我對去嘅時，我有去 supermarket try to 去選看，如來 product 或係咪 product。所以我看較濟，咱嘅胃買 olive oil 加了就是較好嘛買。你買到落去買啊？ Because olive oil 啦，有真係濟槍嘅，知唔？對，even the US 本啊 ，US 本有啊 ，US 本有槍嘅。So 有真係 OK，number one 就是你未曉半項嘅
你去 grocery 買咧，就是買 California olive oil。California 就是講 California 來咧，有一個 California 的票啦，一個 California olive oil，迄個就是伊拉有 certification 嘅。哦，要 test 要再講個路正是嘅。然後我用嘅 olive oil 就是我用 Diallo is 伊朗無。Okay, how to describe 啊？其實食死嘅 olive oil 啦，你食嘅時啊有前一隻 flavour 嘅，有搭咧 olive genuine olive oil 啦，你食有搭咧就是 peppery 嘅，有搭咧上加我食嘅 Diallo 咧，伊嘅味咧上加緊少嘅味咧。哦，所以你倒淡薄 olive oil 咧，你夾 bagel 去換呀，你食啊，你後頭你食條螺絲知無？然後你換 olive oil，特別你嘅螺絲加 olive oil。換呀，你係入嘴啊！你上加食banana pudding 嘅呢？哦 ，because 伊有 fruity 嘅，有 fruity 嘅味。所以假使食死 olive oil 啊，加香嘅 olive oil 啊，有真正濟成效嘅。是很困嘅啊！所以我去看人嘅味啦 ，because 我有講嘛，我有當時有煮 pasta 了誒，只有講啊，我有煮 pasta，特別我講用蝦米 olive oil 煮。一講啊 grocery 嘅啦，有即個 grocery 有再多少味啦。所以我去嗰邊去選，我講即個票，隔離好嘅票嚟。啊 ，OK， 當今摩托零啊，伊會車行啊。去車嘅 ，OK 咧，小等，差唔多6點鐘啊。OK，所以是講最咧有興趣要參加，我係使 contact 啊摩托零，咁是對，使本啊，人個咧做 admin 嘛，我做人個咧 admin， 所以雜貨部啦，摩托零啦，毛蘑菇啊，炒粿條、炒米粉、淋嘅話。OK， 了是到底我即位了先係最人愛參加，攏同啲我咯，但係 message 我上面甲我講，了是我甲參攏 join 呢個 group 嘅。OK， 希望咧嚇咱舊嘅幾年，咱無咱6月節後啊喲，6月時咱嗰陣做隻錄音看咱生落隻啊。target 是有隻 pressure， 我當然去食先，當然去食隻當然。大概有3條就會使啊。咱嚇有3條就會使啊，是看你有心嘅咯。sometimes 就看人山咧嚇，那時我看到炒粿條山咧，我想哇，我不愛，我不想以後看山咧 maybe 5 kilo 哦，吼，我不要不條條，我唔想愛山咧，咪是 motivate 我咯，你看咯。但 sometimes 我 stress 咧是我食較濟啊，所以講。明白啊！那是講伊3 kilo，那是我起5 kilo，就是講，是我 stress。哎呦，會使攞會使讀我本嚟啊 ！Weight transfer， 人講啦 admin 嘛 ，weight transfer 對啦 ，energy transfer from one form to the next 嘛，所以你 weight transfer， 到啲炒粿條去 transfer 過來哇，我個 transfer 佢去毛蘑菇嘅。來。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嘅今年1月1號啊去啊，3月我哋是當今12月，咱有priority 啊，咱先 start 先。OK 啊，咱6月時個到底嚟再看咧會 enjoy 哈。OK， 拜拜。拜拜。拆粿條芒州，拆粿條。對。Next week 嚇？喂 ，next week。next week 我 Loki。OK， 等陣新加坡 Skype 合併啊，這邊攞到呢邊訂定咗禮episode咧，到這邊 subscribe 咧，還有 subscribe 咧，除咗訂啲正咧，我有做很屌落音嘅事，對同地路啦。OK， 拜拜。你未記介紹咯？介紹咩？未記過。